小朋友大家好，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让大家共好了运动的有我们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。准备好吗？运动1000，我们先来做暖身操。对，两张手先放在我们的骨盆，好，然后你颈椎先往前点1步，好，胳膊走脚，很好，慢慢来走，好，这个暖身操呢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哈，好，再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过来，你很后摆哈，后面。对，脚往后面伸，好，个狗寸好头前的哦，好，再整脚，个后摆，好，我们要准备往左右边咯，哈，后摆，好，来右边，很好，狗整片，好，在右边，好，慢慢的。把你的脚走在寸好长的哦，哈，嘿，再往旁边一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我们换前面，左边很好，前面，好，往后面哦 ，heel boy， 好，后面，整片来，好，整片，左边，对，很好，你有感觉在整片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左右边继续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然你的身体慢慢的练起来。等一下走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的伸展度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不会受伤哦，哈。来左右边，好，再继续。好，来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那。停下来，好，你准备了走下一个运动哈，然后用脚脚，让我们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好，然后手慢慢呢，举起来，让你的肩头平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运动右上左下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够平。对，很好。现在换左上右下来，吸气，吐气走熟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狗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。这时候慢慢的走，再让我们的身体往左边来，因为感觉你的身体走平，整片稳，有点轻轻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手扁平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左上右下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右边来。好，记住肚时会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数平很好。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左边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变得好捏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左边再伸展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扁平好，往左边哦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。好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平好，再来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往后背松。对，因为刚刚可是肚子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有感觉身体硬硬啊？你要准备来做运动咯。你
你今天要做的运动，利用弹力带来训练我们肌肉的力量哦。好，首先呢，你准备一种凳呢，然后呢，弹力带差不多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哈，然后往上慢慢的举起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凑凳的动作，还往下凑下去。很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狗起起来，好，用骨盆的力量起起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吸气，吐气慢慢的往下凑，对，从凑凳那样把它凑下去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给我起起来。对，动作慢慢的哈，肚子会用力咯。好，吸，好，吐气慢慢的抽下来。嘿，从因为变到凳那样，记得咯，你的膝头莫超过我们的脚尖，莫超过，用会伤膝盖哈。好，来吸，吐气的时候肚子出力，给我起起来。很好，最后一次吸，好，吐气慢慢的抽下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好，吐气的时候给我起起来。好，这个呢，深蹲的动作，我们也可以训练你抬脚臂的力量。接下来呢，你让我们的弹力带踏把我们的脚下面，好，然后可以稍微弓箭步。好，来吸口气的时候，吐气呢用背弄的力量，把手慢慢的往后摆。对，很好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go回来。好，go到一边了哈。来吸，吐气的时候背弄会出力咯。对，背弄会出力。好，再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go回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背弄用力，对，背弄会用力了。好，再来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狗慢慢的回来。好，狗到一边，好，吸气，利用背弄的力量把弹力带往后拉。好，手臂会打拳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肚子要出力，不可以弯腰驼背哈，一定要出力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。手拉着弹力带来吸，好，吐气的时候往后。对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。好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狗回来。好，你弯偏哦，弯左脚。一样哈，稍微弓箭步，记得我们那个膝头莫超过我们的脚尖哈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背弄出力，往后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再回来。好，搞到一边吸，吐气的时候背弄会出力咯。对，在这里要出力，然后肚子没有出力，然后背弄会打拳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给我转来。好，搞到一边哦，吸气，嘿，来背弄出力，把弹力带往后拉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给我转来。好，我们回到正中央的位置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可以练习我们背弄的力量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深蹲弓箭步的动作哈，一样哈，2只脚稍微打开一点点哈，然后呢，膝头我们先从右边开始哈，所以呢，整脚呢是稍微往下蹲，好，成一个像弓箭步的姿势，然后手赖点我们的弹力带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把弹力带赖起来，很好，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往我们的枕边转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向安的枕边，对，很好哦。好，吸一口气回来，安你的对动哦。
那假使你的力量不够的话，你走得穷，我们的林正刚老师听人去走一遍哈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吸气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你走的两招数，拉着弹力带，背弄一定会打直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右边转。对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两招数拉点弹力带来讲，我们就会比较省力哈。好，来再来一次吸气。吐气的时候呢，好拉黑，好再来一次吸，吐气往右边，好很好，够了，转到正中央来，好再来一次往我们的左胼，对，很好，慢慢呢肚丝出力，把弹力带拉到正中央，好再放轻松。好，我们要玩左脚哈，一样，你的左脚探的弹力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弹力带拉起来，好，手会打圈。好，吸气的时候往我们的左胼溜溜的转一下哈。好，再来慢慢的用肚丝的力量把它带回正中央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我们的正胼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个不用放松。卡是你的肩体会酸软来讲哈，你可以稍微动一下哈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吸，吐气拉起来。好，来往左胼转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呢？回到正中央，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往右边慢慢呢，用肚丝的力量来动作哈。好，再回来，好，个不用放松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你准备一种等呢，可以利用你等的椅背哈，来练习这个动作。平常你起起来讲哈，你的臀部的力量很重要，所以这个动作呢，就要练我们臀部的肌肉力量。数半年等呢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用我们屁股的力量往后踢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呢，勾气回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做的动作是，你使我臀大肌的力量，好，来再来一次吸，好，吐气往后。如果说你的力量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像我一样，脚莫离开地板。好，假使你的力量很好的话，可以像我们的锦荣老师一样，那可以让你的脚抬高一点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往走脚，好，一样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慢慢的往我们的左后方抬。很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给我转来，好，搞到一边哦，身体会气切了哈，来慢慢的往我们的左后方抬，好，你屁股那边的肌肉会很用力哈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给我慢慢的回来，好，勾一摆哦，吸气，吐气往后。好，很好，给我转来。好，我们的运动呢就到这里哈。希望大家冲啊走运动，用你的身体才会很健康哦。